鸡平常时啊生伫底咧，生伫野鸡树顶，吼，啊做大粒的吼，啊内底有汁，你看伊甲它破开，啊甲汁椰子汁倒出来，啊椰子汁看起来敢若水共款，拢无色，吼，啊啉起来有一种椰子味，有的人介意，有的人无介意，吼。啊，椰子诶，你若甲这皮卸起来，伊就变成呢椰子壳，啊内底有椰子，嘿，椰子，会吧吼，白白，啊有人会甲拍拍个椰奶、椰子奶，哦好，这椰子，大家再会让来看一下。再来继续，哦，所以第二只枪伊介意什么？大家讲一下，这啥？椰子，椰子，嘿，第二只想介椰子吼。再来第三只，来看伊介意啥吼。Elephant 3 was keen on kiwi。第三只枪咧，哦，足爱食高头果，有听过？我查是叫高头果，高头果的奇异果。来。我冇知，主要阮兜有，这叫高头果。为啥伊叫高头果呢？什么叫高？高山奶高，高山奶高，嘿，高山奶，你唔知高山奶？伊就是高，这就是伊头，啊头条形嘛，有形个头啊。有啊，有型啊。哦，所以这叫高头果，哦，对不对？高头果。我也冇食过这个。我想哦，所以有型哈，有型高头哈。你做啥？哎呀，你做啥？来，所以这是第三只枪爱食的，爱记的哦。咱的有迄个游戏哦，吼。来，第四只咧吼，第四只因为这大家拢熟悉，我就无讲的吼。Elephant 4 banquet on bananas。第四只咧，坐伫咧顶悬享受伊的什么物件？金蕉，你看这看到就知影这金蕉。嘿，伊坐伫遮哦，食甲做趣事的对不对吼？And elephant 5 prefer pineapples。啊，这是啥？好的，非常往来对，好，往来，真好，好对。所以第五只枪咧，介意啥？介意往来，好，往来。好来，咱再讲一届哦，吼，第一只介意啥？第一只介意啥？山影对不对？还有伊啊，山影边的山影，山影。第二只爱食。你啥？椰子，啊，第三只爱食啥？金蕉啦，迄个高头果，嘿，啊，第四只爱食啥？第五只爱食往来嘿，啊，这后的水果记哦，吼，我再个问你咯，吼，好来，咱继续看发生什么代志哈。But one day, deep in the heart of the jungle, the elephant discovered a new tree, a new very tall tree. 伫这树内底，竹内底的所在咧，伊发现了一丛树啊，这丛树啊，那个只足悬的树啊，吼，啊顶悬佫有啥物？这个，嘿，佫有几顶悬对不对？吼，四个做伙分嘛分袂落来的时阵，安尼咱就用来背好啊。咱一个塞一个，一个塞一个，一个塞一个，啊结果咧。咧塞的时阵，爱做伙讲啥？咱的，做拍拼，甲伊塞去，对没有？咱的。过来，来看卖发生什么代志吼？看到遮无？唔拿伊咧分吼，伫树仔的另外一边，这五只鸟鼠仔嘛咧想办法，看要哪去你摕水果，吼。你可以几粒就好啊。The fruit didn't move and it really itch。迄水果咧，连动嘛无动，连刷1公分都无，所以伊伫遐分敢有效？无效啊！
吼，啊，结果就了就回来了。你，哎，甲鱼啊落起来，咱鱼会重尔吼，你过去拢无重，哎，啊，这继续吼，四五只鸟鼠啊，吼，继续慢慢啊爬，它上去的。好来。这个进来。 Mine, sell the elephant to that food is mine. 喂，你那不一样。